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昨正罕见，中共发动2届联合政变警巡，出动59架军机、9架军舰，甲台湾围起来。中国也讲这就是军演。有警察伫咧抖音注册，讲家己是中国人，甚至讲一寡统战的言论。中立分局表示讲会来调查，而且会严办。强烈大陆冷气团来到位，今日透早玉山气象站雾领统落雪，原来阴暗区这冷空气到位，才有可能是寒流的急速。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10日AM新闻，我是嘉豪。各位在台海情势是真紧张，昨正罕见，中共发动2届联合政变警巡，出动59架军机、9架军舰，甲台湾是规个围起来。但是国军也出动这军机、军舰的应对，也随发布这强军的画面。针对着这中国的外交部讲，因是伫咧台海军演，咱的国防部长郭立雄今仔就表示，国军所掌握到的就是联合政变警巡，双方的讲法是无共款的。那总统赖清德任内头一届4年期国防总检讨也出来了，国防部也指出讲，这台海作战形态出现6大转变，另外台美军事交流的合作内容也有明显增加。海军总役军舰官兵提前去行监控中共贵人舰双方形成对立的局面。另外一边，岛江舰负责跟踪温州舰，电单军舰嘛跟踪泰安舰，海军捍卫海峡，无要互中共的军舰侵门大户。台海情势紧张，中共17罕见的一天展开2届联合战备警巡，出动真济军机拦绕台。国防部发布查到59台强机，其中飞过海峡中线进入北部、中部、西南甲东部空隙43台，国家强舰9架，2粒空飘气球，形成4面宽台。国军严于应处，嘛主动发布 F-12V 监控中共的攻击无人机、P-34反舰机监控无人机的相片。中国外交部讲是强军伫台海军演，批评美国的煽动台独。联合战备军巡，历来大概就是1个礼拜差不多就会举行一次嘛。昨天比较特殊，只是说在上午举行一次之后呢，不过他的军舰其实敌军20海里没有离开，然后之后下午他们的这个空军有在进来这样。郭立雄谴责中共是台海麻烦制造者，国军掌握强军的军事行动是联合政备警巡，两方讲法无同。两岸需要坐下来谈，那怎么样能够谈？这个我觉得考验赖清德政府。3、4月本来就是中国军演的一个高峰哦，就跟他们8、9月喜欢做这些事情一样哦。中国呢，永远都一定会找一个理由，然后说这是他要做军演的目的。国军强化建军备战，应对中共威胁。总统赖清德任内头一届4年期国防总检讨嘛公布，提起台海作战形态出现6大转变，包括环台战略已经时间缩减，战场透明度提高等。国军作战的整备方向走向岛屿旗帜论胜防卫，那是外界关心的台美军事交流。有独立的一篇内容嘛比较早较济。特别是非常期待经由各位贵宾的协助，后续台湾跟欧洲的关系能够持续加强，共同肩负起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力量。赖总统18接见玉山论坛的贵宾，强调台湾会继续甲国际友谊做伙努力，对抗极权主义的扩张。希望台湾甲欧洲的关系会当持续加强，共同负责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力量。记者综合报道。咱全面拢是这国军的靠山，讲到这国军的即时战备操演，又叫做这小汉江，连续5天伫咧各地头来进行。陆军269旅呢负责守护大台北地区，今仔出动这军巴驾车、拥护战车、一个逼炮车，新式拖2比飞弹发射车到新北的8里，执行关键基础设施台北港的防护任务。另外，陆军呢也伫咧淡水河也演练，阻碍这强军的军舰登陆。另外，海军的这攻略飞弹快艇也进驻到基隆的北岛渔港进行战力保存。也因为咱演练的时阵呢，和这解放军的联合战备警巡，这时间是一模一样的。国防部长郭立雄就表示讲，国军把握机会进行操演，要来提升战备的能力。
军霸卡车、军用卡车陆续组织，国军即时备战操演，又叫做小汉宫。连续5天伫全台湾起过，那首都防卫是上要紧，受到关注。陆军是展示了排长纵观到伫拥护战车、标炮车、军霸卡车参演。那军霸卡车赶到台北港，去年展出来的新式拖地比飞弹发射车，搁再出现，指挥执行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剩的军霸卡车伫原地藏起来，保留战力。宜兰淡水河防最近几年加做首都地区防卫重点，为着防止解放军军舰突破，对艋舺大地登陆，侵入咱的政经中心。陆军工兵群一透早就伫淡水河口引连阻挡敌军的工事，出动 M3 铺门轿车，伫河边放油桶甲降气球。阿佩克直升机也共步进行空中侦察，完成地航空的通联。强度强国军即时备战操演，就当着中国17个联合战备警巡，时机敏感，引发关注。备战的操演，就是会做一个状况的想定，然后发布。那像昨天这样子一个联合战备军演发布之后，我们刚好也可以趁着这个机会，来进行相对应的操演。海军的攻略飞弹快艇进驻基隆北斗子渔港进行战略保存。海防大队的雄风飞弹发射车也机动部署到接战区，各地方强调，这时备战操演的目的就是应付中国的侵扰。那既然他们会由训转战，我们也可以由训转战啊。那由训转战的话，部分就是说你要透过这种类似类战备的操演展现给这些部队的坚强坚实战力给民众看，然后其实民众也会比较有兴致。针对中国无排除由演转战对台湾发动突袭，专家指出，国军用小汉攻反制，透过实战化训练，考验官兵的应处能力，通对作战环境熟手，也会当提升部队的实力。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有警察伫咧抖音顶头注册讲家己是中国人，甚至讲一寡统战的言论。即马这中立分局就表示讲会来调查，而且严办。桃园中立分局传出有一个姓叶的警察，伫抖音用简体字注册口罩，利用中国统战的名词台湾当归，甲伊伫平台的名号做灵魂小当归，而且小解讲伊是公职人员，嘛是中国人。相片的倒边还佫写我爱祖国，是引起真大的争议。大部分的民众拢认为公职人员讲话甲行为都要较谨慎的。我觉得不恰当啊。怎么说？因为他是台湾人民的警察。怎么会去爱祖国？我觉得远警做这件事其实蛮不适合的。怎么说？因为他是代表台湾的公务员啊，所以他应该就是台湾的人，他不是算是中国人。中立分局初步了解，这个姓叶的警察，伫2021年至2024年下班时间，伫影音平台发表3篇文章，其中2024年11月7日，翻点过12点34分。打出伊日时伫中立警分局门口的相片，注明伊当咧上班，已经伫去年12月份为网络顶摕落来。不过嘛，影响外界对警察都爱中立的看法甲原则。本分局将严查到底，并追究相关行政责任，绝不宽待，如涉不法，依法就办。目前，这个姓叶的警察，伊的口罩已经关起来。中立分局强调讲，针对警察伫网络顶铺文甲言论，会检查到底。嘛会追究相关的行政责任，若是涉及不法，会照警察人员奖定条例来甲办。公司新闻桃园报道。这中国对付台湾的有硬要软，这硬的就是用军事国际上的压迫，那软的就是渗透。来看这新加坡的任何科技是台湾分公司，去年接到呢这国泰世华银行信用卡核心系统升级专案，说向亚讲因有中国资金，佮讲是这中国北京江永信科技公司海外子公司引起着治安记录。经济部长郭志辉在今日证实讲，这任何科技是中国的资金公司。依照量化条例改罚217万。那国泰世华也讲，因为提早结束契约关系，资料无泄露记录。新加坡商联合科技台湾分公司去年争取和国泰世华合作，因开发的信用卡核心系统。不过后来标出任何科技公司，意思是中资泄露来台湾，承接台湾金融机构的业务。在被经济部长郭志辉证实，任何科技是中资公司。调查以后确定这个新加坡商任何科技公司是具有入资控制力的，确实为入资公司，所以我们将依两岸条例第93条之一的规定，那么处以新台币217万元的罚锾。
國泰世華發聲明回應，2月20日已經按照契約通知任何科技提前終止契約，到目前為止攏無使用任何科技提供的系統。另外，也委請中華資安公司就任何科技交付的原始碼進行檢測。根據3月10日的報告，結果確認無奇怪後門等等的內容，無資訊泄露的記錄。金管會主委潘金庸表示，在金融監理上，針對金融機構違規，無限國家甲地區，專門要求針對資通安全的系統攏愛規範，特別是高風險地區。我們在金管這部分有2個重點，一個是資安，一個是只要任何碰觸到客戶資料的部分，我們都會做更嚴格的管理。針對中資的公司疑似泄露來台灣承接金融業務，信用卡專家指出，民眾若煩惱資安外泄，會當採取自保的措施。民眾如果有各自疑慮的話，我建議就是一律先停卡，先不要去使用它。那如果你真的很擔心各自外泄的話，就是可以要求銀行把你所有的各自刪除。那你在卡片結清之前，就是賬款只要付完之後呢，卡片就可以辦理結清，那賬戶也可以結清銷戶。金管會銀行局表示，會請銀行公會檢視資通安全管理規範，強化管理機制，降低國家資通風險。也研究跨部會合作，對安怎管理資安廠商進行資訊交換。公視新聞採訪報道。來看這新竹市有一個4個月大的查某嬰仔，佇私立的顧嬰仔中心拍個困沙，真有可能是翕一個無度喘氣送病院。目前還佫佇咧加護病房觀察。社會處表示講，接到通報了後，遂進行調查。除了保全這監視器畫面以外，新竹地檢署要偵辦，確保囡仔的權益。社會處亦於3月13日派員進行稽查，並詳細檢查監視器畫面，持續釐清事發當日照護人力配置以及幼兒出席情形。市府也將秉持嚴謹的態度，持續釐清事件的真相，並期待幼兒早日康復，順利度過難關。代志發生了，社工人員是陪着啲家長去到顧嬰仔中心看這監視器畫面，也提供法律協助，也個心理諮詢等等嘅資源。顧嬰仔中心是發聲明來回應講，囡仔因為無夠大漢，無度坐調嘅，主要伊嘅活動攏是倒或者是拍嘅。來到這個顧嬰仔中心，到發生事故差不多是1點鐘左右。老師發現嘅時陣，確認這囡仔是叫無法度應聲，而且咧心跳正弱，遂進行急救措施，也叫救護車來甲救，會積極提供相關的資料配合調查。講到這比極天呢，有2屆跳出車窗，甲人咬着傷，引起關注。今仔動保處去甲這去到主人兜，甲狗仔帶走，會等這狗仔情緒穩定了後，再來評估講，敢要開放互人來認養。不過外界也質疑講呢，這動保處雖然無佇咧一開始咬人的時陣，就甲主人開罰單，一直到第2屆才有動作。這三法局表示講，已經有重新檢討啊。甲掛喙籠防止傷人，彼得肯落去2屆跳車窗加傷人。動保處人員去飼主自體甲狗仔載走，送去動保處本部關佇獨立的狗籠仔沒收。後續聽候狗仔情緒穩定了後，經過評估，才會開放民眾認養。不過認養人的條件必須是要有飼彼得肯的經驗。安排在一個獨立的一個籠舍裡面來進行收養。如果最終有合適的對象的話，那會安排這隻比特犬重新找到新的飼主，原飼主是不能夠再領養。不過，今麥傳出有台北市議員佇超案講前，唔知地區台北市動保處反應較慢，讓真濟工才有採發的動作。對這個代誌，台北市三法局表示，初步向動保處確認的時陣，動保處表示並無這個情形。後續會閣進一步查清楚確認，嘛已經隨要求動保處檢討採發甲作業天數，一定1禮拜內完成檢討報告。財政局已經開罰最重就15萬的，以及第一次裁罰就是20萬，而且會將攻擊性的犬隻納入。今晚表示已經要求動保處一定要對飼彼得犬的人加強安全教育甲安全措施。獸醫師提醒彼得犬會加正嚴，萬一互彼得犬攻擊，千萬唔通用拍，因為有可能致使彼得犬愈加愈大力。建議利用樹蛙等物件轉移注意力，甲伊的喙撬開。比特犬它們咬合力非常的強，它其實是一般狗的好幾倍的咬合力。越打它或是越踢它的話，它其實會咬得越用力，越怕它的獵物跑掉。那像樹枝這樣的東西，直接塞到它嘴巴跟你咬合的那個中間的地方，盡量把它撬開來。
彼得肯2届为汽车顶家己开窗仔跳车，加上骑机车人，引起社会议论。毋过有网友提出质疑：车主甲狗仔牵上车的时阵，后座的车窗开关无作用，软入驾驶座才甲车窗关起来。因为车主讲彼得肯去吸到车窗的开关，这个讲法疑点真济，详细原因也有待后续查清楚。记者综合报道。强烈大陆冷气团来到维京透早呢，这玉山气象站合欢山的武岭、桃园拉拉山，还有关雾国家森林公园这个所在，拢因为这低温加上水汽有够拢有伫咧落雪。要若在今暗时呢，又过一阵这强烈大陆冷气团来到位，强度真有可能是到这寒流的级数。不过冷空气是较干燥，拜四开始呢，冷空气减弱了后，各地头就会当看到日头啊。宜兰太平山的蹦蹦车背景是有够水的雪景，就敢若伫个囡仔狗的世界内面。伫个白色对比之下，车身看起来是搁较影目。吹向山中开始落米雪，暗光照的雕像看起来就敢若伫顶悬，也一盏唐僧共款，互游客是看甲足痛的。咱们来这对来这都落雪，较新鲜的。今日大陆冷气团发威，低温水汽真高，各地山区拢开始落雪。海拔差不多1500公尺的桃园拉达山变作银白世界，有够水的雪景嘛，互白云山庄的游客是痛甲，就算是冻甲冷叽叽嘛爱耍雪球，无得对雪地内面的脚影响前行。另外海拔的关度，共款是无到2000公尺的关雾国家森林游乐区，眼前白苍苍。都亲像去雪国冒险。那这一波强烈冷气团带着水汽，关渡地区在凌晨下起了3月雪。那现在的温度大概是零下1到2度之间。那目前林路步道雪的积雪厚度也大概有4到5公分。新竹尖石乡新光国小的运动场，嘛互白雪规个砍掉，宣布拜日天候一天。玉山气象站透早上低温是来到零下2.6度，涂骹就敢若穿白色的地毯同款。地东的嘉明湖嘛在落雪，变做敢若人间的仙境，石头顶悬都敢若垫一顶白帽啊，互山友一直话讲运气介好。合欢山的武岭和梨山拢出现3月雪美景，福寿山农场的澎湖厝就敢若夜唐僧同款，天地嘛变作银白世界。3月份在台湾高山容易出现0度以下低温，只要水汽配合就很容易下雪，这在台湾来说是正常的。民众唔惊寒嘛，要来看美丽的雪景。不过一波一波的冷空气是一直来，拜日暗时，阁会有一波强烈大陆冷气团来报道，强度有可能到寒流的等级。不过这波冷空气偏大，对拜四日时开始冷空气减弱，各地都会看到日头出来，渐渐会开始变温暖。记者综合报道。天气一个变化，这农产品就受作用啊！来看这台南总产量上介悬的后壁区杨芳瓜，这阵是因为这天气伤过冷啊，杨芳瓜拢袂大。另外，这山野的花期同款受到影响，就农民讲这7月采收的，到时阵产量可能会减一半，这也显示着气候变迁冲击着农业会愈来愈明显。农民们咧甲杨芳瓜装箱，准备要出货。因过在后壁的杨芳瓜，伫2月底就开始采收。不过今年气温较低，地须延到3月中才陆续采收。这摆果子的bàn头嘛，因为气温影响变较细粒，因为每箱12公斤的箱仔装7-8粒就满，这摆就需要11粒才会满。这农民讲，这款状况较罕见。进前一粒拢会让2斤3斤啊，基本上大概减少个2成啊，比较冷啊，冷的时间太长。成熟的时阵吼会拖较长，但是因为凉冷的影响之下，阮的甜度其实拢保持掉的。目前一粒杨芳瓜平均1300公克，比往年减200公克。另外拍卖价销是创新高，1公斤飙到300块。虽然价销好，不过嘛有农民指出量嘛是无出来。1公斤平均吼拢有260块左右啊，上摆吼均价嘛150块，拢比起以往吼拢加30-40块以上。气候异常影响的唔干那杨芳瓜，山野嘛是。即阵当是花期，对年初开始经过300大雨甲低温的冲击。地区花无都受损，有的甚至个炭厝病，叶仔会发乌，果子会冷气。农民估算7月采收的时，产量会减半。到2到3批花到目前为止，最后这一批花都不断的有寒流跟下雨，所以对我们的影响，我是觉得可预期的是蛮大的。如果来讲的话，我觉得应该会损失大概至少要1半。气候变迁的影响愈来愈明显，花期乱，果子无结果，靠天食饭的农民生活真辛苦。气候变迁成做农业上大的挑战，农民希望政府会当提早应用。
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是这高价交易，也是高价交易，为着要保护这原生物种，避免这高山啊和狗啊相加相战的情形。高雄寿山和这半冰山对102年开始，拢是全面禁止带宠物来到这山顶的。国家自然公园管理处就讲，虽然是有宣导，不过也是有民众会把这宠物带来到这。去年拢总有开出6张的罚单，其中一个民众因为伊是累犯，加重处罚3000块。看到狗仔赶过来，2只台湾狗连面开始警戒，随时注意看狗仔敢会冲过来。边仔嘛有高山在叫，哪像在靠盘过来斗3工，都是恐惊会发生高山甲狗仔相拍状况。高雄寿山公园是禁止民众带宠物来公园爬山，除了避免狗甲狗的冲突，嘛是要减少一寡人甲动物共通的传染病，亲像家走、红糖等等，这都有可能会经过狗仔传染给主人。不一定要跟野生动物接触，它其实在草地上滚一下，或是怎样，它其实身上就会带了一些病染、传染源的东西回去。那回去了以后，不止狗狗会生病，其实它是人畜共通的疾病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传染到饲主。去年都有184万人来寿山地区爬山佚佗。主管处表示，禁止带宠物的规定经过宣导，违规的状况已经减少真侪。顶年甲去年分别开出6张罚单，今年甲打是有2件。平常时嘛，拢会有巡山员去巡查看到。未少来爬山的民众也讲，较早真侪人拢会带狗仔来，即摆哪像较少看到。是拢带时拢去看到狗呢，会小肥安尼尔。现在都一个人都慢慢带上去的比较少。最近较无，就是有在宣传，政府宣传的较无啊。较唔敢，较唔捌看啊。较早该接啦，啊，即摆无啊。主管处强调，禁止的宠物唔是干那狗仔，只要是不属于公园原生动物的，民众带来遮拢是违规，罚款1500块，若是累犯也加重处罚，变成3000块。记者柯家族区教育高雄采访报道。全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讲到这洪都拉斯有一台载人客飞行机呢，拜暗头起飞无偌久就摔伫咧海内面，目前有7个人过往，另外有10个人获救起来。救援人员对海边啊，把受伤的乘客救起来，用软桥杆咧较紧送去的救护车。洪都拉斯一架有载17个人的联萨航空一流型的客机，17暗时6点外，对创最大港的圣地罗阿坦岛起飞了后无偌久，就落入去海内面。飞行机的残骸伫离罗阿坦岛海岸差不多1公里处方发现。救援人员随分2路，派船只和陆地人员联手来抢救。目前已经知影有10个人获救起来，但是有7个人不幸过身。其中的乘客包括1个美国公民、1个法国公民和2个未成年人。嘛，传出当地1个有名的音乐家嘛，红列伫死亡名单顶悬。飞行机本来是要飞去洪都拉斯北部的拉萨瓦机场，但是起飞几分钟就发生摔飞行机。洪都拉斯总统卡斯楚随下令组成紧急行动委员会帮助抢救调查。警方初步研判，可能是机械故障造成。公司新闻张回斌编译。美国总统川普暗算伫咧台湾时间今暗时，针对着俄乌战争的停火协议，和罗西亚总统普廷讲电话。有媒体指出讲，川普认为这普廷应该会接受30天的停火期。不过乌克兰也强调，因绝对袂伫咧领土北约和缩减防务等议题来退让。那这几天啊呢，这乌克兰的军队搁伫咧库苏特地区和罗西亚的军队对峙。73岁洛西亚负责人苏库拉托瓦，伊的手拿串拿第一张纸条啊，靠咧对电话当中的后生讲我爱你，因为乌克兰强烈轰炸库苏克的苏家区，苏库拉托瓦的厝毁掉了后，伊的翁婿也互倒去的厝地势。即天，伊要甲共村的厝边做伙到其他所在安置。即帮体力居民的马术顶面，拢是坐伙人，因的情绪非常不安。有人咧哭，阁有人需要医疗的照顾。Ой, что пришлось пережить? Ой, это страшно, мне никому не приснится. Никому не приснится из-за малого лежать. 罗西亚和乌克兰当地库苏克激战，乌克兰去年8月成功夺取库苏克地区，占领几60个重要的城镇。不过最近几个礼拜，罗西亚和北韩的军人联手大反攻，致使乌克兰一直咧败退。
Все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Курской заканчивается, выдавливают, да, там ребят давят сейчас уже суджи, но суджи сейчас достается, потому что там их выкинули, и они разносят город, бомбят. 罗西亚和乌克兰的居民同款拢是对战争非常的惊吓。不过，这场已经拍超过3年的战争，当时才会当结束。美国川普政府真积极的调解，表示求伫罗西亚的手头。那罗西亚也证实，川普和普丁会就此展开热线的通话。Да, это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так. Во вторник готовится такой разговор. 佩斯科夫唔愿讲任何关系到这场美国和罗西亚高层通话的内容。不过，根据路透社等媒体，川普政府认为普京应该被拒绝停战30天的建议。只是伫美方官员一直强烈暗示，乌克兰应该伫领土的问题顶面做出重大让步之下，乌克兰方面对这场美国和罗西亚的通话并无相关的期待。Like, of course, there's no trust, but politics is politics. If every war comes with negotiations, so if we need to sit at the table, so that's what we should do. Ні, ми не стали на крок ближче до миру. Розумієте, переговори про мир в Україні без України між двома старими маразматиками, це нонсенс такий, що навіть я навіть не знаю, як передати це нормальними словами. 针对这场由川普主导的和平谈判，乌克兰也画出3条红线，包含领土的主权、加入北约和缩减防御。不过，分割领土和乌克兰加入北约这2项重点，恐惊也是这场谈判当中，罗西亚总统普京敢要接受川普停火提议的核心重点。公司新闻洪如梅编译。来看美国总统川普伊伫网络顶头即期讲，这前总统拜登落任之前呢，有签过了100份的减刑案含这特赦令，认为这个拢无法律效力，是因为这个文件拢是用自动签名笔签的。另外，美国前总统甘乃迪已经被刺杀，这过60多年啊，川表示讲，明仔载就会公布这甘乃迪所有机密文件。美国总统川普伫家己的社群媒体真实写大文，即期前总统拜登伫今年1月卸任前签署包括家己后生亨特在内几多百件减刑案，甲可能互川普针对的国会暴动调查委员会成员的预防性特赦令完全无法律效力，因为拜登伊毋是亲身签名的，是靠自动签名笔代签。Now null and void? Well, I think so. It's not my decision. That'll be up to a court. But I would say that they're null and void because I'm sure Biden didn't have any idea that it was taking place. 根据美联社报道，自动签名笔伫美国已经有65年的历史。若输入个人的签名样本，机器手就会提笔复制签名。进前，美国总统、政府官员甲国会议员拢用伫签署批函甲法律文件，而且美国的法律嘛无规定，这个文件必须要有总统的亲笔签名才有效。另外，川普撤销前总统拜登子女亨特甲艾希莉特勤局慰安保护，并且虽有效。川普的真实社群大文表示，艾希莉有13个特勤局干员大心保护，也有亨特，这些费用拢是美国的纳税人伫付钱。而且根据美国联邦法，敢若前总统甲伊的配偶会有特勤局的终身慰安保护，啊，不过因16岁以上的特殊亲属，伫卸任的时阵慰安工作需要停。只是川普甲拜登伫离开白宫之前，拢甲子女的慰安保护工作延长6个月。川普伫1月23嘛签署一项行政命令，要全面解密甘乃迪互人刺杀的档案。甘乃迪过身已经超过60年，伊的死到目前也是有各种的讲法。美国国家档案局伫最近这几年释出上万个刺杀记录，不过有几多成分拢互白宫以个案理由暂时保留。国家2022年12月，差不多500万页最新机密，到目前为止已经公布差不多97%的档案文件。We are tomorrow announcing and giving all of the Kennedy files. 川普虽然无讲会公布倒一寡新的详细文件，不过嘛表示所有文件拢会完整公布，未经过任何编辑。公司新闻沈乐培编译。
美国下党派参议员提出法案，要求美国行政部门呢，把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改名做台湾代表处。长期以来对台湾真友善的这个提案机关匡世恒，伊就指出讲，会当体现到台湾驻美代表处代表的是台湾的民众，唔是这台北市的经济利益尔。美国、中国、台湾三边的关系相牵连，台美的关系最近几年一直深化。即马美国跨党派参议员共同提出台湾代表处法，呼吁甲台湾驻美国的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改名做台湾代表处，承认台湾驻美代表处代表台湾人民，唔是干那代表台北市的经济利益。法案的重要推手之一，就是长期友台的美国现任参议员邝希雄。And I will continue to fight for freedom and democracy around the world. Especially in Hong Kong and Taiwan. 感谢美国国会议员长期以来不分党派，以具体行动展现对台湾及强化台美关系的一致支持。邝希雄已经是第3届提出相关的法案。另外，美国国务卿罗比奥在2002年做参议员的时，也提出过台湾政策法，内容同款要甲驻处正名做台湾代表处，佮要强化对台湾的关守。We also have put forward legislation that we hope to pass very soon to provide Taiwan with the tools and the training it will need to defend itself from the CCP's efforts. 台湾人公共事务会当年甲美国友台的议员推动台湾代表处正名，2012年到2013年就捌提出台湾政策法，2021年众议员 Sherman 等人提出台湾外交检讨法，到今年的台湾代表处法提案，拢显示美国国会挺台湾的力头。要改名呢，虽然谈了很久，但是中间呢也涉及到美国内部行政部门是不是能够执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国大陆跟美国的关系。捌做过驻美代表处政治组组长的赵林认为讲，代表处换名议题可能引起北京的反弹，尤其美国、中国、台湾三边的关系复杂，敢真正会当改名做台湾代表处，恐惊还有一段路要行。因那驻美代表处对外因为台美无邦交，虽然甲大使馆的地位无同款，不过无影响到双方的交流。广西新闻采访报道。中国国台办表示，讲台湾北基文化总编辑傅察2月17日在上海公开接受审判，就风声讲伊已经去互起诉啊。咱的陆委会也批评讲，这审判拢是乌相作业，外界完全无法度了解到审判的过程，也提醒咱国内民众若准备去到中国，就要注意这寡风险。在上海去由中国国安单位抓起来已经要2年的北基文化总编辑傅察，也就是李延浩，传出去由中国秘密起诉。国台办证实，2月17日就已经一审公开宣判。不过代志到今已经1个月啊，咱国这边算是无消无息。傅察先生的案子，我们政府都有掌握，但基于对家属的意愿的尊重，我们不方便透露细节。陆委会甲海基会强调讲，从案件发生以来，拢有咧掌握，配合家属的意愿提供协助。不过中国所讲的公开审判，若曲随正甲突破，讲因根本是咧讲白贼。立委阁批评中国想要哪交流哪掠人，真正是无心操白来。他是公开把它当成宣传样板啊，整个审判都是秘密进行。黑箱作业，一般人都不知道他所犯何刑，他的证据双方答辩的这个法庭答辩的资讯，外界无从得知。那还有强调他对这个当事人的司法人权，还有辩护人的司法人权的确保，都是谎言。我想民主自由的第一线就是言论自由，就是出版自由。而中国为什么这么怕傅察？我想傅察这几年在台湾所出版的书，不管是整套的世界史，或者是他所揭露中国的现况，其实都已经让中国踹了蛋。陆委会呼吁咱国民众爱把傅察的案件当作是一面镜，强调讲若去中国确实是有风险，提醒民众爱做去中国动态的登记。也若声援傅察联署的工作小组发声明，傅察的案件对两岸文化交流会有真大影响。甲北京法讲应该公开审理的内容，确保傅察法律权益。公司新闻台北报道。从预算案的复议案，互立法院否决。这监察院今仔日宣布会声称释宪含暂时处分，强调这监察院是上界大的受灾户，这业务费拢向排了，影响到因的运作。也也是批评讲，民进党办宣讲的目的，就是要替这罢免来战声。也行政院长杜永泰强调，是要把这政策讲互民众了解。
总预算案复议案伫立法院会去互拿白联手否决，监察院认为因才是上大的受灾户，强调业务费去互删除超过96%，严重影响机关的运作。即马因正式宣布向宪法法庭申请释宪甲暂时处分。我们目前真正非常严峻的一个处境，我们监察院会向宪法法庭申请释宪。进前行政院长杜英泰就强调讲，会找必要而且合法合宪的救济。不过行政院敢会得咧提释宪例，杜英泰并无正面回应。针对在野批评伊孝训时去宣讲是咧助攻罢免，杜英泰回应讲，广义来讲是甲民众说明政府的政策，这并无问题，主要是弥补伫国会内底时间无够说明的情形。如果国会里面的委员先进能够因此更了解行政院的立场，更了解政府的需求跟人民的呼声，那我们可以进行下一步的讨论。国民党17宣誓要推动反废死甲反戒严的公投，不过杜英泰认为讲这拢是无存在的议题，强调2个月前才执行过死刑，代表死刑伫国内是合法的，并无废死的问题。因若戒严，杜英泰表示，即马台湾无任何时空的条件来宣布戒严，以后嘛无可能。只有中国国民党有戒严的经验，也只有中国国民党不知道戒严的痛苦，也没有可能在今天往后有任何戒严的可能。不要在黑暗的房间找这2只不存在的黑猫。杜英泰还佫反倒转来问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敢是忝啊，呼吁大家心中的焦虑甲偏见放下。不过2项公投拿赢罢免是会推动，朝野毋若伫罢免的议题攻防，未来公投案嘛会成做交锋的重点。公司新闻台北报道。来看这立法委员叶元之呢，去向检举讲，伊有这场霸凌禁止劳工请假，致使伊的助理呢，这工作压力伤过大，来破病过往。接到检举了后，台北市劳检处拜二早起去到叶元之的国会办公室进行劳检。初步劳检的结果显示有违反到职安法甲劳基法，要求伊爱限期改善。立法委员叶元之前日昨晚互民众检举，怀疑有牵涉这场霸凌禁止劳工请假，互人怀疑叶元之的助理就是因为安尼工课压力伤大，才会破病过身。台北市劳动检查处接到检举了后，伫拜二早起也去到叶元之的国会办公室进行劳动检查，发现无助理的出勤记录。当下没有劳工的一个出勤记录。那除了请雇主提出补充说明以外，我们也同时发现他违反职业安全卫生设施规则324条之3第1项的1款到7款，也就是没有设置职场暴力的预防措施。劳检处表示会通知叶元之伫1个月限期改善设立预防措施。针对劳动检查初步的结果显示无助理的出勤记录，立委叶元之是表示，因为助理的工作时间较有春秋，所以无适顿开设备，会依照调查结果配合改善。看他需要什么，我们都配合嘛。那他有访问我们员工，我们员工都有跟劳检处的人说明啊。之前有生病他有没有请假看病？对不对？那就是有啊。另外，针对最近这场霸凌的事件常常发生，台北市劳检处也表示，因伫113年受理这场霸凌申诉的案件有776件，比111年成长要外4倍。劳检处也强调，公司依法设立申诉机制甲预防措施，因若劳工准讲拄到这场不法侵害的事件，会使照公司内部管道向雇主或者是监督管理者通报。记者张家佳、谢桂玲台北报道。台铁明仔载要推出新的3兰号观光列车。台铁表示讲，根据着外包旅行社的统计，去年底推动这海防号观光列车，平均载客拢9成以上。去年观光列车的收益有到1亿3千万。今年要搁再推出着6款的观光列车，但是有学者建议讲，这经营着要布局，也要把这较后壁的时段留一寡名额，予国际观光客。西方邦寮的南皮加油号停伫大东站，下当开的车窗吊挂灯饰电风配经典座椅，充满古早味的列车，就算是平常时，阁拄到旅游的小鬼，嘛是有真侪怀念较早的旅客来坐。复刻这一台列车，那我们就是，其实我是想要做怀念，然后特别来订。当然无价值对对，无你即摆普通人敢无法度坐即款车。疫情了后，坐观光列车的人是一直在增加。看准这个商机，台铁对去年开始新推出 EMU
由500型电动车打造的海风号，马卡龙色调的车厢外观，定设计座椅和参度，设计灵感都是对蓝色的海水来的。配合产和旅客讲是甜正美的专车，上线了后定位率拢超过90%，代替18宣布讲10月开始推出新一季的行程，运行区间有到东北角。像海风号就是女性客户会非常喜欢。目前根据我们的统计，海风号有65%以上都是以女性。台铁嘛要伫3月19推出观光列车山南号，运行区间是华东纵谷，已经就线海风号双两港8000起跳，重点放伫设计感和商务舱5项服务的名字号继续搁较悬，双两港的25900块起跳，实行转台宽度支持是看坐区间无同，双两港起跳差不多9000。那批列车相对较俗，台铁统计，今年观光列车都有1.3亿的收益。我们的车队透过这个我们包装之后。跟旅游者合作包装之后，其实它可能创造出来效益，搞不好比我们自己的多。国旅市场够旺的话，就是让市场机制嘛，你让这一台列车能够持续的去经营。那长期经营的话，它可以去分阶段，比如说我先保留1/4或1/3的这个席位，让国际观光客来做那个预约。学者分析，观光列车较重故事性、体验和感受，虽然价小较悬，同款有卖点。另外，亲像林铁的福心号，佮因为伫国际有名的景点阿里山，连要定一位拢真歹定，建议观光列车伫长远的经营，卖当5、6名也互国际旅客来有用，卖当和国际有名的铁道合作，甲台湾的铁路观光推向世界。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公立的卫生所，因为太旧较低，真侪拢是请无医生的。亲像台中呢，今年10个区卫生所拢无医生，卫生局也讲这大头重薪水少是主要原因。这门诊就要靠其他医生来支援。有医生建议政府这薪水要有悬，减少行政工课，才会当吸引医生来加入。虽然人口真多，市中心台中市北屯区的4民卫生所附近的民众讲，除了注预防针，平常时是真罕的过去，那破病会先去附近的病医诊所。我都是到一般的医院去看，很少到卫生所。有带小朋友去小儿科，所以只会来这边做。对，就是打预防针。都亲像市民卫生所，台中目前有10区的卫生所，并无专职医师进驻，其中南区的卫生所欠医师的时间够10年这么长。台中市卫生局讲，医师唔能爱经营门诊，搁要配合中央推动流感和新冠疫苗各项政策，和行政修严，工课负担真重，但是薪水搁少，门诊都要靠其他医疗院所的医师来支援。全国的卫生局所都有跟中央反映过，但是他们一直在研议，还没有调整。即使我们没有医师，我们所有的业务还是在进行，有其他医疗医院或者是其他卫生所会支援。台中市卫生所欠医师，对2023年的5区、2024年升中到8区，今年是来90间。职业医师讲，卫生所医师的薪水和一般医疗院所请的医师来比，差不多是减5万到10万。若是家己开业，收入阁会当差到几十万以上，建议会当提高薪水，而且减轻行政工课负担。譬如说，那个行政相应必须还要去商家那边啦，譬如有一些医生可能也是会觉得说有一点比较忌讳或者毛毛的，或者是一些公务单位的行政工作如果说能够减轻那个公务上面的一些行政工作的那个负担的话，这样子比较容易找得到人。台中市卫生局讲，专职医师有公务人员的身份，薪水差不多是8万到9万。目前有欠人的卫生所，拢请各区附近的医疗院所来支援。今年3月开始，嘛甲支援的费用对1诊3435块提高到5000块。后壁会争取中央提供福利和待遇，而且透过医师工协会来宣传，鼓励医生进驻卫生所。记者综合报道。教育基金会发现讲，这家长的这个成长经验若准无好，将有可能会去影响到教养囡仔的方式。教育基金会调查发现，有超过35%囡仔将有可能会受到这不当的精神对待。这无好的教养方式呢，将有可能是家长原生家庭的经验，或者是外在负面情绪引起的。若准有这款的情形，会当上传这教育课程，改变教养的方式，合适正确方法。就是以前爸妈怎么对我们，我们就怎么对小孩，所以我也是，就是对小孩就是用吼用骂的。罗罗妈妈本身是单亲妈妈，家己一个人顾囡仔真忝。伊讲过去唔知安怎消透家己的负面情绪，影响到伊教养囡仔的方式。囡仔若做了无好，会甲囡仔骂。一直到参加家父基金会亲子教育课程了后，才学到真侪检视情绪的方法。
方案就会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要去看一下，是不是我们对小孩来说，我们的规定是太过严格了。然后有时候是我们的情绪、外在的情绪带回到家里给小孩。家长情绪管理无妥当，也是家长捌有无好的成长经验，拢可能影响教养囡仔的方式。家父基金会调查发现，有超过3成5的囡仔疑似受过不当精神对待，亲像大人伫囡仔面头前掺烂冤家，无要插囡仔，对囡仔要求伤过悬等等。家长会忙之极的，不太去回应，就是有关于孩子的需要的感受性啊，行为上有没有被家长去做回应哈，或者是家长对他的期待哈，其实是难以达成的目标。那其实这对孩子来讲都是一些就是精神不当的对待。如果是经常反应频率的这样的状况底下，其实是对孩子是不好的。家父基金会讲，囡仔互人精神不当对待，甲肢体家庭暴力无同，是较少互人发现。那长期精神不当对待囡仔，可能会出现囡仔郁卒、困无好，甚至是想袂开。家父基金会讲，家长若发觉家己教养囡仔出现困难，无法度控制情绪，会当去上家父的亲子教育课程，会教正面的教养方式，教安怎经营亲子关系等等，改善家囡仔的互动状况。记者郭永成转由台北报道。来看高雄金西湖市场有住户不满，本地伊奥多拜是停伫咧停车机内面，说互这大头刷走，伊就去报案啦。警方表示讲，停伫咧机仔顶头摆档是违法的，也若山顶当民众奥多拜也牵涉到强制罪。你讲，大哥。部分花商市门林理论徛好报警，伫高雄定新路馆顶的金西湖菜市场外围定看到摊贩摆搭，有的伫红线馆顶，有的占据停车架，甚至有徛好奥多拜停伫合法的所在，互摊商刷走。就因为挡掉摆搭的动线，互当地徛好非常不满，双方面一度起口角。他有使用权，住户要停车的话，他觉得说他觉得说他的客人要停车还是怎样也不方便。有时候过年啊，车子很多啊，我们出入的话，他会骂你说白痴哦，你为什么要开到这里来？说我们这里的住户啊，不然我开到哪里？当地是传统早市，一透早常常看到交通混乱，当地民众讲有受影响，所以嘛唔知要安怎。警方表示，这个外围无属于市府合法登记摊贩的路段。市府经发局嘛表示，按照着相关规定，无允准伫个道路摆搭，相关会当罚2400块，而且要求行为人就要须停止。关于摊贩于顶新路上设摊之情形，因非属高雄市政府经济发展局合法登记设摊路段，系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那阮上惊警察啦，因若报阮就讲哈，进来阮他警备啊，警察啦那讲，我们这个是都违规的啦。但是就是给我们方便，让我们能生存做生意探钱啦。走访现场，外围摊商卖节嘛发现有机车的停车架互故意占位。外围摊商大部分拢知影是违规，嘛讲警方到场就会刷位，为着生活也是希望有机会当摆搭，嘛会尽量配合，避免造成对方的困扰。广西新闻王刘婷、陈汉坤个报道。伫咧中华新港有一间真家厝，这厝主拢伫咧北部较罕得转来，想袂到因兜的顶仔骹呢，互一个富人人占去，囤真侪回收的物件，这物件是囤到几楼悬，那造成环境垃圾，附近的居民也烦恼讲会有安全问题。中华县环保局就表示讲，有发公文通知这厝主爱处理，要求伊限期改善，若准唔处理呢，就依照废弃物清理法上当罚6000块。徛伫路边远远地当看到满世界回收物甲垃圾物件坐甲几楼悬。中华新港有一位60多岁妇人人，去年底开始霸占别人兜的顶仔骹放回收物件愈囤愈侪，即阵已经满到天棚，环境垃圾，互住伫附近的民众真困扰。就是很担心说会不会垃圾的问题会造成环境卫生啊，因为它会垃圾常常会飘到我们家来，这边风很大，所以它垃圾常常会乱飞。卫生嘛，卫生问题。环境如果不小心失火了，就很有危险性。伊本来就是伫别位啦，爱10个别砖头嘛是有厝嘛是囤甲安尼即马就过来遮嘛是继续囤。在地议员表示，经过了解，这位妇人人的生活较歹过，可能冒破病，会通报社会处的人来关心这位妇人人的状况，也若中华县环保局来现场勘查，认定受违反抗地空厝污染环境行为加废弃物清理法。没有去看，然后初步有认定他堆是违法的，所以我们有发出陈述意见函给屋主，
以我们来讲，如果知道是行为人是谁，我们就是罚行为人。但是没有的话，他屋主就会有责任的。目前程序还是会请屋主要管理人去把它清除。中法院环保局表示，已经发文要求厝主伫2礼拜内改善环境，若无依法上当，会当罚行为人也是厝主6000块的罚款，也会提醒厝主爱做好相关的防护措施，避免搁再发生顶仔卡互人占用的状况。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因为这庙会大拜拜登楼的时阵，拢会看到这捏面红啊，这的传统技艺。不过，这项技艺是愈来愈罕得看到啊。这嘉义县的德家文化艺术基金会特别邀请到这捏面红的师傅来举办展览，要互大家来看这传统结合着流行的面红啊，也透过着这个展览来认识着这项传统技艺。一身一身大细拢无共的红仔，有传统的题材，嘛有网架的造型，甚至有诶佫亲像布袋戏会当摕来人，这拢是手工捏出来的面红仔。来参观的民众讲，甲较早的面红仔拢无共，感觉真新鲜。我即摆有要捏，教人捏红仔头，红仔头做好了，咱会使去找衫，来甲清理了，咱会使画咱家己喜欢的颜色，好人看就是安尼活灵活现，尤其在他的眼神方面，他表现的跟其他的捏面人老师真的是不一样的地方。老师表示，传统的物件需要创新，才有法度吸引民众来认捌，带动传承的机会。嘉义县德家文化艺术基金会讲，举办这个展览，嘛是希望让少年朋友会当来认捌这项传统的技艺。80年代以后。咱这个塑胶玩具的普及，搁进入2000年之后，我们这个数位及3C 游戏的这个普及，变做讲咱这个传统技艺面临着失传的这个危机。囡仔若有介意来，我拢有法度教，我拢教囡仔介意捏的物件，小朋友伊介意学，愿意学，原则来教，安尼我相信，阮捏面人。捏面红仔这个行业有法度慢慢传落去，较袂互伊失传去安尼。加强80件的作品，每一件拢有真侪优柔的细节。老师讲，以前的材料较软，佫会生菇，毋若一寡动作做袂出来，佫扛袂久，所以伊毋若题材创新，材料嘛做改变，要传统的捏面红仔找到佫较侪传承的技术价值。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伫咧和平公园或者是桥骹，常常看到民众伫遐乌白乱画，为了要提供这个街头艺术家合法的创作环境，新北市高潭厝伫咧邦桥、花岗桥骹，也有永和博爱路桥，设2大合法造币的区域。另外，这环保局也要提醒讲，若准伫咧不适当的所在乱做，相关会罚6000块。伫邦桥的花岗桥骹出现过身家人饭大同的图，这是街头艺术家菲利的作品。伊讲，因为伊真怀念饭大同，暗时下班了后来到会当合法做饼的所在，甲伊怀念的歌手画出来。得知他过世的消息，然后一直没办法接受，然后连续听了2天他新专辑的音乐歌词的意境去创作这一次。我想这次具有一些话题性的一些作品啊，基本上高潭处这边呢会尊重原创作者的理念，暂时不会主动安排涂销。除了饭大同的创作以外，规个半画边拢有侪创意。新北市高潭处表示，考虑到真侪民众伫咧半花条仔乱画，所以专工设2个合法的造饼区，分别伫咧邦桥的花岗桥和永和的博爱路桥，提供民众发挥创意。目前是开放一般民众都可以去做涂鸦。那涂鸦专区内如果说有一些不雅的文字，或者是具有一些攻击性的一些图案啊，我们会主动安排清除。若甲镜头刷去另外一边的条仔，会当发现真侪人乌白画。新北市环保局提醒，若是伫咧无合法的所在乱画，是会互人以违法废弃物清理法罚1200块至6000块。记者狄阿轩、柯敏哲新北报道。已经过身的台湾布袋戏国宝李天禄老师，伫咧1970年代时阵，捌教一阵法国的徒弟啊。最近伫咧法国有一场布袋戏的研讨会，早期一寡学生也来分享学台湾布袋戏对因的影响。研讨会当时啊是一件真奇妙的代志。事实上，自1970年代，有一群法国的学生来到台湾参咱的国宝李天禄学布袋戏。李天禄是台湾布袋戏团叶婉健的创办人，是婉健系统的开基组，海内外拢有徒弟，在台湾有真重要的地位。1970年代，李天禄捌教过一阵法国的徒弟，像讲大徒弟班任路在1974年创立小婉健剧团，唔但好布袋戏在法国真受欢迎，嘛行遍世界80几个国家去表演。他不要我一直演台湾布袋戏，因为说你不是台湾人，你法国有很多故事可以讲，所以你要自己做你的戏。所以我运气很好，因为
他是一个传统的老师，不过他很开放的人。这届在台北五戏馆和法国东方语言文化学院规划的研讨会，唔那班人都有来分享。另外一位在2006年含李天禄大汉后生但是红拜师学嘅6年法国人女士嘛来参与，教他继续用现代方式和女性嘅观点来开创布袋戏艺术。C'est marrant de m'apprendre ça parce que c'est un personnage qui a été soumis vraiment à quelque chose d'un changement physique de l'ordre du corset, etc., une transformation physique douloureuse. Mais on me l'apprend aujourd'hui à moi, une femme libérée. Et donc il y a quelque chose d'intéressant, je trouve, dans cet échange des cultures et des époques. 台湾布袋戏和法国的缘分到达50几年，嘛进一步带动法国红仔戏演出的技巧和方式的创新。另外，台北五戏馆嘛用体验工作坊，让民众来学布袋戏的脚步手路。有民众表示，像法国传统的红仔戏技术嘛，撞到观众流失的问题，看到布袋戏有路的技巧，嘛，可以找到未来的希望。Que nous en France, on a un peu perdu avec Guignol, avec la marionnette en France, où on doit de nouveau faire vivre cette culture-là, et c'est un enjeu. Et là, de comparer, ça donne pour nous, pour les marionnettistes en France, un très grand espoir. 民众表示，这届交流唔能让因了解法国的红仔戏安怎受到布袋戏的影响，嘛，让因有新的思考，认为台湾布袋戏会当让法国的红仔戏有新的生命。记者卢尚如、林晓凯，法国巴黎报道。所观众朋友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基隆台北汤圆新竹对10度到16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10度到21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11度到22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1度到19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0度到19度。节目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一个台湾雕刻家是以太极系列的作品名扬国际。请问倒一个台